施加壓力，使中國受到壓力之時咧，考慮咧係比較放寬一啲。譬如我哋見到過去咧，係東歐嘅國家都係受到咁嘅壓力。每當佢要同西方國家借錢啊、擴大貿易額嘅時候咧，佢都要咧係作出相應嘅放寬對知識分子嘅鉗制。但係咧，我哋唔好忘記東歐咧，有東歐裔嘅美國籍嘅公民咧，能夠喺美國嘅選舉發揮影響力。我諗我哋香港人同埋海外華人能夠幫忙咧，就一定要團結起嚟，組織起嚟，向西方各國政府咧施加啲壓力。咁其實從翻即係中共嗰個角度嚟講咧，可能香港好多人咧都係呢個反革命分子咧喺呢次事件上面，即係包括可能李柱銘你啦。咁其實究竟從香港會受到點樣嘅影響，或者嗰個處境係點咧？而家就我諗住香港人咧，就喺呢次行動咧，就幾次行動，啲遊行啊咁咧，就好多人都企咗出嚟。咁就包括話所謂啲左派嘅朋友們咧，今次咧我哋係同心合力一齊上街嘅。咁亦有好多係社會知名人士咧，係賣咗報紙賣告白嚟支援呢個學運。咁嘅時候咧，變咗有晒黨案，咩都齊晒。咁嘅問題咧就係佢想點樣追究法啦？就相信咧佢係會從佢自己黨員嗰度先係着手處理。咁但係佢都係喺香港嚟喎，即係香港係一個一份子嚟喎。咁即係其實喺整體上嚟講，如果佢哋受影響，可能我哋都會有影響都唔定㗎，係咪？所以譬如喺香港人嘅永久居留權嗰啲咧，佢我亦唔相信佢而家會用啲咩暴力用咧，即係冇暗殺到嗰啲我相信未到呢個地步，起碼都就而且咧近年來都唔興用呢一樣方法。咁但係咧將來話到咗97之後咧，就唔知點樣啦。所以譬如啲黨員嘅又喺內地落嚟派落嚟嘅，唔係香港永久居民咧，呢啲咧就好可能會調翻去啦。嗱97之後咧提起，因為我哋97之後就會回歸咗呢一個中國共產黨嘅政權啦。我哋又睇到呢個解放軍喺北京嘅血腥鎮壓啦。但係我哋會有解放軍喺呢度。所以就而家即係我睇呢，就因為聯合聲明係咁嘅安排，係解放軍係會住喺香港。咁而香港人呢，會有邊一個因為呢件事而仲仍然感覺到安心嘅呢？我相信幾難，因為大家都睇到呢，呢啲解放軍呢所作所為喺中國嘅首都裏邊，可以對自己中國人係手無寸鐵嘅中國人係可以開機關槍或者用坦克車壓死嘅。你咁樣做法嘅解放軍，將來擺喺香港，會唔會因為又係民主行動，又係重施故技呢？咁所以呢，呢啲事實上係令我哋十分擔心嘅。所以如果話呢個聯合聲明係一字不改咁樣，咁而香港咁多人呢，就可能喺中國領導階層嘅眼中呢，係已經犯咗反革命罪。咁同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將550萬嘅猶太人交俾呢個納粹嘅政權，有咩分別呢？我諗即係駐軍呢件事，事實上好多香港人都係記憶猶新嘅。當談到駐軍嘅問題之時呢，最初呢個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同埋香港各有關團體就呢個問題表示個意見嘅團體嘅人士，都希望唔好駐軍，甚至當時嘅外交部長黃華、國防部長耿彪都同意。但係鄧小平嘅老人家一出聲話胡說八道咧，即刻就要駐軍。咁整個事件反映乜嘢？就第一，香港人嘅意見咧，有時往往即係咧比唔上一個咧係黨國元老一句説話，而呢個黨國元老好可能咧未必一定咁理解香港嘅情況㗎。咁我哋所深感到恐懼咧，就係一個純粹人治、冇法治、冇制衡嘅制度裏邊咧，駐軍所能夠帶嚟嘅危險。嗱呢個問題咧，其實翻到去咧就係個中英聯合聲明係點樣簽法，係喺咩情況底下簽出嚟嘅？從嗰陣時好多嘅跡象顯示咧，就係話香港嘅政府嘅一個代表咧，佢唔能夠以香港人嘅身份嚟加入嗰個談判嘅代表嗰度嚟睇咧，香港人嘅聲音從來都冇機會喺嗰度出現。咁係喺兩個國家嘅決定之下，就決定咗香港而家500幾萬人嘅命運。今日
睇翻呢樣嘢嘅時候，英國有乜嘢一個義務嘅責任咧？你覺得？我覺得英國政府咧應該要重新嚟再睇翻香港將來同埋中央嘅關係。就算個駐軍而家擺喺深圳，我一樣唔安心。點解咧？到時如果有一啲咁嘅遊行啊，一聲號令，啲解放軍就入嚟啦，咁就又係機關槍掃一輪㗎啦。咁所以問題咧唔係咁簡單，話駐軍係真係擺喺香港嘅特區嘅之內啊，定係特區之外？我覺得係冇乜大分別嘅喺呢一方面。咁所以咧就應該咧係重新考慮中英聯合聲明事實上個背後嘅主要目標係乜嘢？個目的係咩咧？其實好簡單，就係中國雖然係想恢復行使主權對香港，但係唔係淨係攞翻香港咁簡單。如果淨係攞翻香港咁簡單咧，唔使寫咁多嘢。而咧係想咧攞翻香港嘅時候，香港係仍然咧係一個係有安定有繁榮嘅一個國際城市。咁嘅時候對中國係有用嘅。就因為咁咧，就聯合聲明寫咁多嘢。但問題就喺呢度啦。到今時今日，經過北京呢個大屠殺之後，香港市民仲會唔會話啊聯合聲明係好嘅，我哋可以好安心咁繼續喺香港繼續工作、繼續生活，直至到97以後為止呢？我相信咧，好少人會有呢個咁感覺嘅。既然係咁樣咧，英國政府咧就好難咧係話跟住聯合聲明嗰個安排，即係第4條嘅安排，話咧將香港由而家管治到咗97年，然後將香港係一個有繁榮有安定嘅城市，咁嚟交俾中國。咁問題就係中國仲係咪想香港1997年係一個有安定有繁榮嘅國際城市呢？如果仍然係想有嘅，英國政府咧，我相信你應該明白到佢做唔到。咁成日應該大家都坐低重新再傾。我覺得最起碼咧，可以作為一個起步點咧，英國政府一定要向香港市民交代，同埋咧公開佢檔案。因為喺呢個漫長嘅咁仔細嘅談判過程中咧，中間有好多譬如話聯合聲明有句説話話，當時咧話立法機關咧將來立法機關係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負責咁。咁寫呢句説話落去嘅時候，英國政府嘅談判代表團係有咁點嘅理解咧咁？呢啲檔案起碼要向我哋公開啦。而家嘅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嘅談判咧，我覺得有必要咧要向市民公開啦。因為頭先李先生亦都講過，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咧係話兩國嘅外交談判，香港人冇份嘅。好啦，當時中國領導人嘅説話就話：我哋基本法時先至揾埋你飯啦，咁聽你哋講啦。但係我哋見到咧，中國領導人又話呢個中英呢個基本法咧，又唔同意咧係全民投票嘅，唔同意有個公民投票嘅。咁我哋究竟香港人喺邊一個地方先有發言權咧？咁所以起碼咧。就算我哋唔能夠就中英聯合聲明翻案咧，起碼將來嘅基本法嘅制定咧，應該咧係透過一個民主嘅方式產生代表去草擬，然後咧呢一個